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远东航空宣布暂停营运。劳动部要求各县市政府针对远东航空的董事长张光维名下所有的公司做劳动检查。目前包括远航在内，总共12间张光维负责，也则是投资的相关企业，拢无欠工资，也则是欠劳健保的状况。但是民航局明仔载若是确定无爱互远航来复飞，安尼后续都有大量的员工会无透露。劳动部讲会协助确保员工的权益未受到影响。远东航空话停飞就停飞，无已经暂停营运。劳动部要求各县市政府全面清查远航董事长张光维名下其他公司劳检的结果。各地方政府的回报是说，这个目前的状况哈，他们所了解的没有异常的情形。目前张光维名下包括远航在内，总共12间公司劳检过关，家庭讲10倍，无都得到复飞许可，都可能阻欠大量的员工。劳动部会立即会要求公司要依照大解法的规定哦，跟来通报解雇的计划书，那也要开始跟员工来进行这个协商，哦，确保这个员工的相关权利不受影响。高层为止，远航已经收到41607笔的退票，嘛伫今仔日协调华信入营加开6台加班机加4台较大只的机型，也毋过就惊讲远航一直无法复飞，因为农历年甲大选投票日要到啊，大商企业联谊会呼吁讲交通部应该量早营运。因为1月11进前的航班拢还阁有位，嘛早就已经有完整的春节加班机。经过讨论后，会阁由民航局统一对外说明。